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 UBA 大专篮球联赛男子组的冠军战，是政治大学甲建行科技大学的拼战。这个政治大学毕业的台北市长周万安特别去赶比赛，甲学弟来加油。结果这个周万安是加油加到正激动起来，甲这个查某马道里啊隔空咧架舞，而且这个舞一跳落一架落，就跳将近1分钟，愈跳愈嗨，甲现场的气氛是炒到最高点，嘛，互人看到周万安真活跳的一面。对镜头里跳舞，愈跳呢愈欢喜。台北市长周万安以大学长的身份，欣赏政治大学对建行科大 UBA 冠军比赛，用行动挺母校。因为比赛是愈来愈紧张，一日观众席的周万安是坐袂调，无顾形象，甲这个女马道伫架舞，一跳差不多要1分钟，有真侪观众摕手机啊记录市长大解放画面，现场的气氛正热。我知道他有时候会给人家一个比较硬的感觉，但在某些时候需要解放一些肢体动作或稍微放松的时候，其实他也不吝于展现。那我在旁边观察他跳完之后，我还问他说：“你是政大舞蹈系毕业的吗？”周万安热情的演出，好边这个台北市的议长嘛，惊到是讲这个表现，议员伫警体伊讲椎间盘有问题，安尼跳刚好。全国民众之福，希望你公布一下你的保养秘方，让大家知道说椎间盘突出可以经由不用当兵以后，再加上恢复了，又可以劲歌热舞。今日的比赛或者球迷充满热情，周万安的跳舞又搁变成另外一个话题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